快吃，快吃，快吃你他媽的！快吃吃吃！馬路三大媽軒日雷凌卡羅拉點解咁多人討厭呢？因為車慢 ，no no no！呢3台車雖然0到100要去到13秒左右，但係其實跑13秒嘅車仲有大把喎。譬如大眾高爾夫嘅1.6、寶來嘅1.5、福克斯嘅1.8、馬自達3嘅1.6，又唔見呢啲車會俾人網補。你唔好同我講係因為咩亞特金新發動機或者係 CVT 波箱唔襟踩等等，限速60啊跑30，限速82啊跑60。我就攞50之光嘅麵包車嚟講，人哋0到100加速15秒啊！你幾時見過人哋話佢慢啊？戰神咁啊！其實你肯踩油，3大媽都唔會慢得去邊。畢竟你都係一台汽車，你家陣跑唔到82咩？個人認為只有肉人冇肉車，而且最緊要嘅係你開得慢嘅同時，仲要佔住快車道，唔俾人超車，仲要堵塞交通啊！咁點解3大媽都會選擇買呢3台車呢？評論區留言喎。